喂！哎呦，安尼去讲话啦，歹势，我以为你是新明，歹势。新明了啦，新明。高这天你准伫迄边啦，我白安尼七你是好。歹势啦，我。安尼啦，我看咧，嘿，来，我来。我讲我这贴贴的吼，你大家安尼。这个静静的，静静的吗？静静的看安尼，大家身体较好，安尼心情较好，发财无吼。即摆吼，咱公主吼，真吼听读咱大家吼，是讲吼安尼静静的吼，吼大家安尼吼平安啦吼，度过这个时机吼，吼大家大发财，感恩，好，有，规矩咧翻工哦，翻工啊，有看到无？看到无？好，安尼有一个。哎，有的，大家静静。你来啦！排队。来，我。你看。不啦，你不是你啊个，你较勇敢的啊，你无想要大发财吗？哦，来哦，好，吹，哦，真好。感恩。哎，来，哦，你安尼就好啦哈。哦，多谢。苏兄，我这个头。不主要，我这个头谁都顾诶，来。哦，感恩。准备好。去做囡仔，你警察呢？唔是啦，我是要来找迄大皮绳，甲我斗相共啦。生理水到位，你甲看，贴你看无哈？来，好，准备公主发财 SOP。哦，红包收到，白头巾。要去搞进前吼，你做囡仔，我甲你讲一下阮这规矩的啦吼。阮这是安尼啦，先买单才办事。爱升6级的对。是啦。有准备。哇！请笑纳的。怪怪。就有心意的啦。咩？就吉祥的数字对。嘿。36块。36块。比我较强呢，我比我包30啦，甲摕倒来，伊包36块。伊个欠你2个零，你个减你呢？系啊，无义气嘛好啦。喂，强无歹干呢，也无半迄个人咧不咧呢无。安尼嘛要办位哦？共收的啊，无人加减办啊！你讲安尼。好啦，来，必为怀啦。起个。好来，哦，输了来啊，输了！来，输！大皮绳输来啊！输来！是过年嘛，有啥物问题？师傅，其实吼，我的问题吼真简单啦，给我1分钟的时间。好。代志是安尼啦。哇！我的头家哦，迄3工静哦，伊就安尼中风啊，去带病院啦吼。毋过吼，伊的平常时对我拢足好的，我就足唔甘的。毋过我嘛无钱啊，安尼要互伊带院呢？哇！所以呢，我就甲我贵松松的衫呢，全部拢摕出来，想讲吼，一领本来吼是1000块啦。即摆吼，我都俗俗啊卖，好无？好，一人一领，好无？10块，安尼哦，10块，好，你走啊，嘿，10块啊走啊，安尼啊，好。嘿，哇，这可怜哦，哇，这个大皮绳你哪会互我10块？你毋是讲一领10块？毋是啊，我是讲哦。一领100块，我要找你10块啦。一领100块，找10块。对，你给我100对不？对。我找你10块哈，感谢我头一摆捡迄个大囡仔母啊退价啊！哇，你来这套，100块找10块，用这款你欺骗的代志，你这嘛是安那讲安尼严啦。大明星，你甲我救一个啦！我即摆袂顶袂动吼，因为我只要若听到迄小等一个，我就无法度顶动啊，爱甲我揪一个耳啊吼，甲我洗一个。
安尼我都会用叮当啊！拜托大明星，你甲我救着了啦！头一摆听有去看呢，咁你袂顶袂当，耳仔吞者袂顶当。哎，你转看嘛？正面啊，倒面。凊彩啦，我卖杀你啦！哦。好。喂，哎呦，够奇怪的。啊，你安尼出来你骗钱，安尼咁好？无，我真行李，安尼敢袂杀你？安尼就有生意的无？唔是啊，你安尼都无来无去，咁你讲什么头家中风啊？若唔是讲看你个可怜的，我都讲啊，一切吼应该有什么代志啦。对，是啦。好人做到底啦，来，起价。车坐，你车坐。好来，继续。你这做囡仔温度太我屈指算来。好，你算啊哈。哎呀，你是东调来转世。哎呦。对，我知影，我一定是中调的美女对唔？啊，而且吼，我伫中调一定是幽鬼。是中道的美女，唔是中调。哦，我是中道的美女，而且吼，我身材遐尔好，一定是幽鬼会对无？这不是东调。东调。对，一定是人啊，因为你啦个性非常的急。哎对迄个个性急到咱挡袂掉，安尼甲把这边甲你看小等者，迄边甲你看小等者，你昨个听这句话，你气甲激动一人亡心一秒，无好爱受。所以你这世人这，你若听这句小等者，你就讲菜点点，袂顶袂当。哦，听起来敢若是真的哦吼。安尼这是要哪呢？啊，我是请师傅教我斗三工。起啊！来，请。来。哦，来啊！我。水摕来。来。伊这代志小可代志，这水甲你秀的了，你就 OK 啊。啊，甲你秀了，你转去吼，身躯洗洗的，也有三不五时来本宫参拜，来添油香，保你平安无代志。好，就是先困去洗洗。来，是咪困去洗洗了后，就会使你都无代志。你免甲我招啦。好，就是洗。好，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安尼我会用走啊无？走。感谢师傅。好。感谢诶，感谢。哎，起来添悠悠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厉害啦！哇，退价。师傅辛苦啊！辛苦。是啊，拄啊，迄查某囡仔即马钱啊，那36块啊，收36块尔。哦，我甲你讲，等下若有信徒来，我好好甲聊一下。好，甲聊一下。啊，无咱处理了，分甲处理了。哦，人来啊！来，车坐，哎。哎，这位，你啊，规身躯足艰苦的啊！哟，哎呀，你坐啊，我坐下。咱两个一起小对面。今仔日你我算有缘啦。哇！我安尼甲你看起来，你应该是这大企业家、大董事长才对啦。还好，唔敢嫌。请问贵姓？我姓苏，苏姓氏吼。你的姓氏月日方便互我了解无？啊，慢免。我来约了问对，你我就吐，对不对？这些年你都带着这个未来10年你运动成败，尤其是身体方面，真也无处理者。恐惊今年中秋过了后，你都要倒你眠床顶。哇！就是最近啊，你身体哦，感觉足无爽快。来，你是不是国病院安尼找透医生找透拢无效，对不对？无效。药啊食较济，中药西药病人直直补落，食到饱嘛是无效啊呢。来我遮，来，你搁提醒我，我莫甲你磕着。你对了解到本宫身为显赫，拢伫遮咧看。我走卡迄粒木龟还未烧嘅，你把它摕来。好，我去传。啊，刀啊，顺下来。我唔免甲你磕着。哦，你对了解讲我无啥，我这样我低调啦。了解。我不爱讲红世界安尼迄落。好，来，今仔日呢，咱算有缘啦。是。头一回，我将我师傅教我这特殊的功夫啊。用伫你身躯的，
这个木龟，嗯，你点看卖，点扣扣，哦，电扣扣啦，起码你点过了，就代表你过瘾了咯。哦，来，你这个头伫下山的，你的精气神都拢走去这里。哦，这厉害，来，哦，都为你艰苦。啊，就早时啊起来吼，头壳拢安尼，哦，戆车车啦，不是尻川哦，啊，毋是，头壳，头壳，嘿，头壳会丢的丢的。嘿，我已经将你的头壳的血道来拍开，是慢慢啊练入去你的经脉内底。我相信你两边并臂一定小小叫，哎呦，有感觉哦，正平的并臂，哎呦，头壳中心。这个血道上该要紧是咱人接着天气的这个所在。请教苏董事长，头壳有较好无？记较清楚呢，哎你安尼变呢，有好厉害，你看，太厉害！这白色的代表你头壳内底有血水，哎呦，哦，安尼规个乌零零的血水流出来，你内面你脑算做歹物啊，就对啊，对所结的歹命已经流出来，所以你以后头壳袂搁再疼。哦，加足好的呢，但是你的毛病一定唔能受伊。除了头壳以外，请问其他有啥物款的无爽快的所在？胃肠啦，有食好无食好吼，拢足无爽快，不管是咧一直咧滚架啦，这个胃肠，嘿，为这个木龟就看得出来啊。你胃内底无好势，你个看卖，哎呦，安尼啦，恐惊已经有胃溃疡伫内底啊。哇！这个无偌久，这个溃疡慢慢啊，随变大，有可能会变歹命啊。好，今日拄着我生你福气啊！那怎么办啊？即时开刀。开刀，我都有讲过，你莫紧张，我袂夹着你，我袂挖紧着你哦。你精气神已经伫这个木龟内底了。哦，没开刀啊哎！呦，哇！这里，这里嘞，歹命要恶起来呀！哦，准备啊，要恶啊！哎呦，跟我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个看卖，这从你胃内物件歹命拢呕出来，哦，是咪心里觉得爽快？哦，拄只安尼丢丢咧，即马哦，袂丢啊咧，真正足爽快啊！有效，有效，一粒木龟，加两个看两个镜头。认为你若要来，你家己要当归来，我规身躯拢甲你处理。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哇，你加足爽快啦！杨师傅，哎呀，哦，第一个有呢，哦，来，有效吼，感谢。免客气。啊对啦嘿，歹势吼，这问者迄个大明星啊嘿，安尼费用大概是偌济啦？我毋是神啦，我即马人，哦你就叫我来输我输啊，叔，即马费用大概是偌济哈毋？正面啦，6万多啊。老班，哎，好啦，啊，你拢袂听啊？对好啦白天袂当我讲我老板，头家人，你安尼凊彩的、嘟的，特别甲我摕6万，不，毋是这款的疗法，你无得看的，对不对？这款就是，你真正甲我当做是哈？你安尼做，就是掠水鬼，读红汤。有第二句俗语，开始。嘿，呀！好啦，安尼师傅，哦，我互你处理啊，不离啊欢喜。有。啊，请问啊，这费用大概是偌济钱啊？毋正面啦，6万。啥货啊？你凊彩咧嘟嘟的，特别甲我摕6万，我呢，这种疗法你无得你真正是上米食破鸡。我讲拢我咧讲的，即摆换你讲，拍破鼓励一下。来，
哇，来，厉害！以上是戏剧效果，大家唔能模仿吼。哦，拄啊呢，咱宪歌啊有讲了两句俗语，第一句叫做掠水鬼，塔暗空，第二句叫做。俗米食破鸡。就是讲，这个疗法唔是真的假的，啊！你开嘴安尼吼，一声就开6万出去安尼吼，这是因为安尼感觉怪怪安尼，这个两句俗语形容战胜第一句，请举手。应该是两个，掠水鬼塔暗空，咁这什么意思？应该是伊讲掠什么去踢什么啊？哦代替伊的，替死鬼这种感觉。嘿啦，哦就这查囡仔个趁无着，趁这当处长的。对，嘿啦，是这意思。哦，所以恁边仔这戏票应该就是要这个小米食破鸡。你我是感觉讲，你应该是摕一个足俗的物件，啊，伫遐舞东舞西，啊，特别甲我要求高价嘛，你。哎呦，你敢骗的？你讲骗啊你，共攀啊，共攀啊。两边讲起来不太有道理哦。来，老师请解答来。第一句是掠水鬼塔暗空，咱先来讲暗空吼，暗空就是红门头做的水管安尼，啊，带伫圳沟内底。啊，咱顶头吼，因为你圳沟吼来歹过，啊，顶头搁铺红门头，啊边会当顶头会当过，啊下骹就较凉。所以这是讲水会当流来流去，啊下骹较清清。所以有一句话叫暗空龟。就是讲伊定定甲住在遮，伊才较清清啊，伊又无想要锁去别位，所以笑遐人安那高尖水鸡啦。哦，你看甲看遮尔，嘿啊，无另外一种哦，较现代词就是讲暗空龟，就是即摆的宅男。哦，宅男暗空龟，大家拢就伫遐尔。哦，啊，这是官场的文化啦，就是讲有讲无想，拍破爱赔。有讲落的时阵哦，大家拢在烧抢。啊，若出代志的咧，无人要打，无人要打，啊，找一个替死鬼来打。哦，所以他碰过讲的重点，替死鬼。哦，所以掠死鬼，你要踢暗空，你要用真正的物件，哪有可能去掠水鬼来踢？迄是唔对的吼。啊，头先讲碰过这种行为哦，其实有另外一个艺术叫现大兄。现大兄就是用话讲怪、讲闹，要讲骗钱，这种叫现大兄。啊，另外。小米食破鸡吼，就讲咱想讲这物件足俗，啊，咱拼命买一堆，其实厝里可能无用较济，结果带厝里个颠倒囤货，啊，有时坑久个会臭，啊，颠倒了钱，所以消贪的两个人，尤其吼咱咧做生吼，咱的智慧贪利宾利卡。哦，你看贪甲宾两个字是毋足相共，所以唔通安尼做，若袂消摊两家人。所以若讲照头啊碰过这种现大型的行为吼，应该正确答案是掠水鬼塔暗空。哎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爱对着人吼，了解。但是无论怎，总是了解两句俗语到底什么意思。来，破声鼓励一下。